看去年的12月19号，专联公司伫台中的仓库火烧，有9位现场的施工人员互烧死。台中地检署侦办一档，最近侦查终结，对专联公司、互益营造公司、佮有新林公司这3间公司，计共有14个人，是防以为过失致死罪，佮有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提起公诉。其中新林公司南溪现场负责人及诚信主任工程师身负公安重任，却违规赶工，严重怠忽职守，致酿重大死亡职业灾害，造成被害人家属无可弥补之伤痛，恶性重大，且犯后态度不佳，建请法院予以从重量刑。起诉书是指出讲，新林公司为着要赶工，空调配管的人员伫咧切割地板的时候无做好防火的防护，相关监督人员嘛拢无注意，造成这场有9个人死亡、8个人受伤，真严重的火灾。这3间承包公司佮有发包的专人拢爱负相关的责任。